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19，申命記8章7節安尼講：因為上主，恁的上帝，帶恁入去迄個水的地，遐有溪，有水泉，還有地下水對山谷甲山頂流出來。三甲來祈禱，帶阮入去迄個水的地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對阮未出世就知影阮，佇阮還佇母胎就揀選阮，佇阮一來到世間就定着阮的道路的至高上帝。主啊，世間人伊愛行彎巧的路，地較有濟濟憂愁甲苦難，總是阮要遵行你的旨意，行入你所歡喜的路。主啊，因為你要引帶阮脫出黑暗甲苦境，互阮通得到活。主啊，你要引帶阮進入應允的地，我們因為你的話來心滿意足，因為上主，阮的上帝，帶阮入去迄個水的地，遐有溪，有水泉，還有地下水對山谷甲山頂流出來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